如果當選為議員，我會提出以下兩項議案。第一項議案，我準備提出設立流亡人士支援網絡。自2019年以嚟，好多嘅香港人因為政治原因而被逼流亡海外。對於呢啲流亡嘅香港人，除咗面對重重困難嘅政治困境之外，佢哋亦都必須要承受生活上嘅巨大壓力。因此，我哋應當提供必要嘅經濟支援，幫助佢哋喺新環境中站穩陣腳。海外香港人其實都有幾十萬，如果大家團結嘅話，其實做到好多嘢。但係因為驚中共間諜、詐騙等嘅情形，導致有能力捐款嘅人對捐款卻步。如果有公開身份被中共針對嘅人士願意做一個中間人，喺分別得到求助人同埋捐款人嘅信任之後，可以喺大家分別向支援網絡提供資料之後，由支援網絡協助雙方取得聯絡。第二項議案，保育香港文化，同自由世界嘅大學學者合作，建立港式粵語學術管理機構。唯有保育自由開放嘅香港嘅獨特文化，先可以避免我哋認識嘅香港被中共捏造嘅新香港喺歷史入邊取代。香港嘅文化同語言喺中共嘅壓力之下，正面臨嚴重威脅，特別係粵語作為香港嘅主要語言之一，正逐漸被普通話取代。香港嘅語言、藝術同文化傳統亦都日漸受到侵蝕，因此我哋嘅首要任務係保護同埋弘揚香港嘅本土文化，特別係粵語文化。我哋將會同世界各地嘅學術機構，尤其是係嗰啲擁有民主自由同開放價值觀嘅學者合作，建立專門嘅港式粵語學術管理機構。該機構將會專注於研究香港嘅語言、文化同歷史，並推動港式粵語嘅學術研究同教育工作。呢個機構亦都唔會僅局限於語言學科嘅研究，仲會涵蓋埋香港嘅民間藝術、音樂、電影、書法等嘅領域，致力於保護香港文化嘅多元性同埋豐富性，並促進香港文化嘅國際認識。此外，我哋亦都會鼓勵同埋推動香港年輕一代嘅創作同埋藝術表演，幫助佢哋喺全球舞台上展現香港嘅獨特文化。同時，呢一個機構亦都會作為香港文化外交嘅重要平台，將香港嘅文化同埋自由價值觀傳遞到全球，促使更多國家同地區了解香港嘅特殊文化同埋歷史背景。各位香港人，大家好，我係香港議會參選人2號錢寶芬。對於香港議會當選之後，我會有啲咩議案提出啊？Sorry， 我係一個普通師奶嚟嘅啫。咁對於即係政策啊、政治啊呢啲嘢咧，其實我唔識嘅嚇。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都未諗到咧。我如果當選咗之後咧，我會有啲咩議案提出咯嚇。咁但係咧，我就係秉持住咧，要光復香港，毋忘初心，我要真普選嚇。呢啲決心去參與香港議會嘅選舉嘅嚇。多謝大家。我係4號林彬，又叫做林聰。回應第2條問題，第一，我會推出議案，指出北京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只係負責香港嘅國防同外交事務，指出北京冇兌現香港基本法承諾嘅雙普選。我會提議香港議會宣布所謂港區國安法同埋第13條立法，仲有閹割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呢啲嘢，通通無效。第二樣嘢，我會推出議案，我認為香港議會嘅議員應該以身作則，義務去服務大眾，不收取薪金。除咗公務遠行呢啲係特別嘅。我係5號候選人，我個名叫做黃振華。
回答問題第2條，如果我成功當選嘅話呢，我會首先提出制定憲法，用公投嘅方法呢，就俾香港人表決呢一個憲法，同時都對外爭取國際社會對香港議會嘅認同。第2個議案呢，就係要立即制定一個方案，營救香港所有嘅政治犯，所謂嘅政治犯，向國際社會披露香港而家嘅所謂國安法有幾咁荒謬，同埋中共點樣剝削我哋香港人嘅人權。第2題，如果我當選為議員，我準備提出嘅議案係舉2個例子。第一，凡係共產黨員都唔可以住喺香港，甚至唔可以入境香港。第2，法輪功保護法案，真善忍係普世嘅傳統嘅價值，令到人類道德回升，修內而安外。法輪大法係佛法，而中共係邪黨，專門打壓正嘅，殘酷咁迫害法輪功修煉者。有正義嘅人都會呼籲制止，而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法輪功法案。以上就係我要提出保護法輪功法案嘅原因。我係13號何永友。問題2，如果當選為議員，你準備提出哪些議案？請舉出2項。咁如果能夠當選議員呢，其中嘅2項議案呢，我係想你提出呢，就係主張定性呢個中共港共呢，佢係冇人民授權嘅一個嘅政權，就係等於一個非法政權。呢個係其中一個議案。咁第2個呢，就係要求立即釋放所有嘅政治犯。如果係我要參選喺議會上要做啲乜嘢呢？應該起啲咩作用呢？我覺得我喺文化方面呢，喺理論、政治理論啊各方面呢，我比較差。但係呢，我有一條，我係長期係練中國功夫嘅，所以我覺得呢，呢個議會裏邊呢，必須要有一個強力嘅。可以講都係保安吧 ，security 系統吧，維護我哋議會嘅安全、開會嘅秩序嘛。所以我好中意咧，我喺裏邊係任呢個專門負責安全嘅喺議會裏邊，就唔係專門討論啲政見嗰啲。對唔住，我係咁嘅人，所以我就直講。所以我想參加議會目的，參加呢班人嘅圈子，主要唔係講理論。呢個係我嘅想法。如果當選為議員，我準備提出邊啲議案呢？咁我提出嘅議案呢，有4項嘅。咁呢度佢話2項，咁我有4項。第一，革命用嘅武器；第2，發動革命嘅資金，呢個係好重要嘅。呢2項係好重要嘅，唔可以缺少嘅，係啦。同埋第3呢，革命嘅人員，即係唔單單只係我哋啲提出發動革命嘅，仲有好多人都要參與嘅，係啦。唔單單只係我哋，仲有好多人嘅，好多人即係身為香港人都要參與嘅，係啦。第4呢，我哋主要攻擊嘅目標，咁我哋要確立邊啲目標係我哋需要攻擊嘅，邊啲目標咧係我哋唔可以攻擊，反而我哋要去保護嘅，係啦。光復香港唔係一個口號，而係一條好漫長嘅道路。我相信喺呢條道路嘅過程裏面，有好多嘅香港人身心都受創，所以我希望可以籌措資金，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精神健康同埋情緒支援嘅基金，去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香港人，喺佢哋無助嘅時候、孤單嘅時候，或者覺得冇辦法再繼續落去嘅時候，可以俾到佢哋一啲啲嘅資助，俾到佢哋一啲啲嘅支援。
另一方面係好多嘅香港人，即使可能冇嚴重到可能係需要一啲情緒嘅支援，但係內心對香港都有好多嘅記憶同埋感受。我希望可以推動同埋鼓勵更加多嘅關於香港嘅文藝創作，以及廣東話嘅一啲推廣，透過保留香港嘅文化以及香港人集體嘅記憶同埋創傷，去為集體嘅香港人記錄低發生過嘅事，記錄低香港人嘅事與情，由此去保留成個香港嘅文化同埋精神。最後，我而家喺台灣，所以立足台灣，我希望可以成為香港人同台灣政府溝通嘅橋梁，等更加多在台嘅香港人喺面對一啲問題或者面對一啲生活上嘅困擾嘅時候，可以及時咁樣獲得協助。我希望就算大家呢一刻仲係好迷茫，仲未諗到香港嘅未來要點算，仲唔知自己可以做乜，但係我希望你可以參與呢一次嘅投票，踴躍咁樣去參與香港議會呢一件事，唔好俾中共政府同埋港共政府嚇怕，踴躍咁樣去參與香港議會呢一件事。最後，希望你哋會投我候選人吳文君一票，多謝。Hello， 我係19號候選人方立賢。回應問題2，如果我當選，我會做咩議案出嚟呢？首先，我會用一個運動嘅議案去聯合海外嘅香港人，好似英聯邦運動會咁，去集合我哋香港人，用運動嘅形式，用運動會嘅形式，去大家切磋同凝聚我哋嘅力量。第二，我哋會製造一啲教案，制定一啲教案，去深入淺出香港嘅歷史檔案。我哋唔可以俾共產黨改寫我哋嘅香港嘅歷史，我哋要承傳我哋嘅香港文化。OK，thank you。參選人 Dr. Stephen Tsang， 第2條問題，如果當選係議員呢，我準備提出啲咩議案咁我諗當然最首要咧就係一個全民公投啦，去決定香港將來嘅方向啦。咁好多人都會知啊，即係其中嘅選擇咧，可能係歸英啊，或者自己攞翻個主權之後自己獨立啊咁。我個人咧就希望，當然係想說服香港嘅市民，就即係俾呢個政府咧係收回香港島間加以南嘅土地，因為呢個基本上係根據以前嘅條約咧，係永遠割讓咗俾英國噶嘛。咁嗰個既然中共已經係唔再承認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咧，我覺得係翻去呢個位咧係較為合理同埋係容易做嘅。咁當然啦，英國政府收翻之後，究竟係會點樣？我好相信咧，以我了解英國政府咧，係會俾香港市民有一個即係公投嘅機會，睇下個意願係歸英啦，變成大英呢個聯合王國裏邊嘅其中一個成員，可能係同呢個北愛爾蘭相同嘅身份，或者可能係同福克蘭島居民同英國嘅關係。咁當然呢個係完全係香港市民去決定，我只係即係負責去即係游說啦，同埋當我決定咗之後，咁當然就係喺個任期內咧，幫香港市民去向國際嘅社會去尋求呢一方面嘅一個實踐嘅機會啦。